桃园市经法局订定自助洗衫店安全管理自治条例，要求这业者呢，就要加装瓦斯，也有以氧化碳浓度的警报器、自动测灯的装置，甚至是监视器等等。9月开始，这违规的人上重会罚90万。衫洗好，直接脱水、通好打。社区内底自助洗衫店增加真济，大部分拢是24点钟的。毋但营养税厝的人甲上班族的需求，当然真济家庭主妇嘛讲。寡人或者是黄生富贵的时阵，有自助洗衫店真利便。洗小孩子的衣服啊，可以消毒，然后又可以烘到很干，所以我就很放心啦。但是还是要挑比较好的洗衣店啦。洗被单很好用啊，哎呀，怎么说？又在烘干，因为它是自动啦，全部自动洗好，你就直接拿去烘干，又没多少钱，真的很方便。根据2023年的调查，桃园有328间自助洗衫店。考虑桃园自年要发生自助洗衫店起步，牵连到过路人的意外，为了加强管理，桃园市经法局定出自助洗衫店安全管理自治条例，除了限制楼层甲面积，嘛要求业者都要安加施加一氧化碳高度侦测的警报器，还有自动紧急测灯的装置、甲录影监视器等等，每半年自主检查，9月份裁罚，那违者上重罚10万块。对于经营自助洗衣店的业者，要求应符合相关的规定，本府即日起，并进行6个月的宣导改善期。我个人觉得疑虑的部分在监视器的部分，因为它这个会涉及到个资法，这是政府要求我们装的，那可是消费者认为侵犯到他权利的时候，他对我们提告了，那政府不可能去替我们打官司嘛。业者表示，配合政府，业者受到规范，消费者嘛会较安心。不过，烦恼监视器的部分会牵连个资的问题。经法局回应讲，监视的设备主要是要让业者随时看顾店内发生的情形，只要卖乌白调出来使用，注意隐私权，就袂有违反个资的问题。公司新闻，桃园报道。